爱情，迄款该伤害离去，留下孤单该最爱。不还爱跳故日该命运，总是爱离开，爱上有原因爱袂转来。 小敏，阿绿哥，你又会盯矮头鸦片啊？唔记得的心思啊，连前面嘅人都看得出来呢。来啦，送茶，来再来一转。下礼拜啥什么人哦？我半夜走出来，对吗？呀，还有没搬呀？反正哦，都会团舞啦。你哦，虽然看起来恶晒晒。 不过上都很做得呢，真危险呢。你迄度安弄啊，还用的啊？激啦！我吼顶老杯啊，几斤汤遇到啊，请发绵绵请救人呢。本轮呢吼，当都要死的啦。来啦，送茶。哪着哪有请发绵绵啊？阿绿哥，你唔好兴日本好唔好啊？难啲查克无听你。 会变做嘛个用诶？你讲嘛个啊？有冇谈清楚呢？讲较太上条啊？阿绿哥，俺只是。合战喽！ 虽然哦，你可以来按照好在意了，轻松呢。你啊，搁唔减肥哦，下礼拜挨落咧啊，都再唔轻松咯。我讲迄阿绿哥，等你落咧，要要转移啊？哟，做乜解睇出個啲那邊排列咧樣針眼啊？哎哦，幾件千九冇看到有咩排蟲嘅呢？哎哦，會排死啦！入面完全冇像係世界中嘅。冇用嚟做咯，你做幫人看啦。至少我跳來來啊！拜托，也含係多咗嘅時間。說啊，阿瑞哥，我就等你清久誒。你煞煞去視察，再挨到去接太子阿哥，好冇？唉，按大做去派出所做乜嘅咯？去搶提防呀，也係有證品啊。有得個妒忌咧呢，行唔行啊？來走咧。走着了。你跟市長研進去啊？哎呦，你條你啊，迄人係準做司機啲嘅用係冇啊？緊視察緊視東西哦，真危險呢。OK 啦，到了。
阿瑞哥，你当组长个是包掉就好了呀。冇啊。这样就好嘞。阿瑞哥，你食材，我为你设置。哎呀，反正吼茶诶，二老敢要食啊。来看吼，二条啊，什么情记？来大天发老几个很记送二条去啊，哦。阿瑞哥，做么个无爱老奶就看下去？阿瑞哥，你还有其他的事情没？没良心。无良心的生意啦，哈！老外做面都爱用啊，啊！你敢唔会包装啊？啊，聊一晚上啊？诶，我是这帮分享。算了啦，阿瑞哥无想要做嘅事情，万一强迫佢嘛无效啊！应该去情侣之节，唔好过浪费时间咧，哈。你做嘛个大周就请来了也是这啦，一起嘞就冇抢你嘞。几多好啊？哎，错嘞，阿瑞，应该做第一只太子啊吼。哼，你妈都俩做你证明啊！虽然太子哦喵喵出来啊，很隐形呢，不过这枪做的证明，佢冇识太嘛。哎，月底哦，佢有太嘛现行犯呢，警察人哦。冇可能天天表演的啦。不过，俺做的高保啊，至少有先本太子出来。高保要做唔对家嘅事情啊，加强系治标不治本。重要诶，系你要寻到真相，错的啦，太子行，对冇？真的假的？这孩子看起来不像是个不良少年啊。老板。那请问一下，他在这里工作的情况怎么样？是还不错啦，这孩子哦看起来酷酷的，不过哦叫他做什么他就马上去做，也不会偷懒，也不会啰嗦啊，不像现在外面年轻人哦，念他一句他就回你8句了。等一下，你说你是大志的？哦，我算是他的表哥啦，这位是大志的老师。啊，大志真的被抓去关哦？大志现在的确是在警察局，但是我想那应该是误会，大志绝对不会做那样的事情。我也这么觉得啦。大志这孩子哦，工作还算蛮认真，也很正常啦。你说他去跟人家打架，我还会相信。跑去卖大麻、抽大麻，这怎么可能？如果真的话哦，他怎么可能会来我这边领1个小时70块的薪水啊？哎，老板。那你知不知道大志有没有时常往来的朋友呢？大志啊，这孩子一直都是独来独往，也不太跟人家说话。唉，要不是哦，这个阿发啊跟我说他很勤快哦，我一开始还以为他是自闭症，才不会用他嘞。阿发是我外甥啊，跟大志哦是国中同学。唉，我们家哦阿发要是有大志哦，一半勤快就好了。我姐姐哦，也不会一天到晚在念他啦。不过阿发这孩子哦，这本性不坏啦，只是爱玩一点。哎，老板，不好意思哦，那你知不知道哪里可以找到阿发，或者是你方不方便给我他的联络电话？有是有啦，不过他一天到晚给我换电话，我来找找看哈。谢谢啊。要他做唔到接太子阿哥赚无卡。因为animal钱老保你看够高啦，虽然验结果出来咧，保你看冇血图，不过机器有图片啊，会调拍机器新闻，会使用扣压起来啊。你阿瑞哥明明已经本年差唔多太子阿哥，我所当无爱老奶就向他来咩？该给摸清你的面。阿爷才不是这样嘞，他只是希望你们先去关心一下大志啊。
拜托，不过牛半年，你都有来看暴力灌溉啊？命子，太子阿哥，我买托片。当然袂啊。太子阿哥都在马个时间，上周得赚不卡，那就又没钱破几次了。太子阿哥总叫我本人关起来咩？我关清楚咩？去补习了耶！这小孩最近才跟我保证说，他要乖乖好好的念书，他要考大学了耶！都几点了，也不知道他跑哪去了。不好意思哦，是我们麻烦你了，谢谢谢谢。你阿姨夫看一眼哦，真给你亲切，一撒比一撒，喊他念念念念。哎。你有啥人有冇按奇怪喏？来拜托人家，还会向面念念念念哦。你不能做黑啊！做嘛该女儿请阿发的，你敢知道阿发老太子那件事情有嘛该关系喏？哎，咩唔知啊？唔过吼，我喺第六感老系讲，听说我系有关系啦。那你做事情全靠第六感咩？是警察局吗？你好，请问一下，你们昨天是不是抓到一位叫做沈大志？对，是，我叫阿发同学吗？你干嘛？你是大志的朋友吧？什么志？沈大志啊？我没听过。哎。可是我刚刚明明有听到你讲电话提到沈大志啊！我听不懂你们说什么，我要回家了。哎，阿发，晨晨，这个阿发同学，如果你知道什么真相的话，我会在查克的摇滚屋等你，不要忘了哦。是这个摇滚歌手天体类的主唱夏阳雷，同家属妹利用童工经营民宿的事件，各传案外案。本人收容嘅相信嘅青少年，拖押点本人捉到违信有太麻。除了有控毒嘅嫌疑之外，警方连晚码头调查相信嘅青少年殴打同校同学卢俊平1年嘅那个事件。经过记者的追踪调查。发现相信嘅青少年嘅爸爸因为吸毒过量。马给老马给啊！大人老太嘛，根本就係一犯罪意外嘅事情啊！一警察真嘅係莫名其妙嘅，太過分了呀！应该跳那洞头，应该嘛会转见风休息啦。早知道就不要送给这些记者橘子酱，这些人只会乱说话。我看他们是没遇过坏人，下次就不要被我逮到。吴春义，好嘞，唔是惊哦，阿春义哦会处理嘅哦。哪里啊？你要去哪里啊？好恐怖啊！哎呦，你刚不是很大声的吗？刚刚没有搬出去啊！你要是怕，就待在这里，不要跟前跟后的啦。阿妹啊，麻烦你照顾他们一下哦，谢谢。不要怕，我保护你。哎，莫安有来！哎呦，就这么干啊！好了，莫在这边啊！
喺我就袂得，也做得啦。你就搬出去，我就做得袂得嘛。你莫太過分咯！阿雷，莫安用啦。哎呦，錄音嘅，各位領莎，然後太子家帶到鴉片也急救的啊，一定是也唔係一年兩年啊，做乜嘅免到安用呢？迄講唔係你條民俗上天師，唔係發幾個總頭嘅名聲，然後就咩無上嘅愛用錢，唔係發感情啊！对啊，你们这样搞，以后谁敢来我们村里？大家以后怎么做生意？我剛才講啦，也係誤會啦。阿飛啊，你阿弟捱到個聲音清怪啊！錯啊，佢條嘅聲音哦，都唔係壞人啊，請你較無人關心嘅，拜託大家嘅體諒佢條嘅，佢條嘅聲音一定要記飛嘅好冇？阿春姨。你想要保護佢條，我嚟到做嘢嘅，咩保護自家？也係講那一年啊，聲音行到路行，莫名其妙俾人打，也係說到個恩樣架啥？冇唔錯啦，牙拉做啊呢，莫名其妙俾人打，像亞威嗬，模糊經驗嘅先生，我都本白嘅機變咯，像安尼嗬，將生態子嘅行為啊，我本沙氣啊，帶來麻煩啦，一天我影響總條生活嘅品質和安寧。我哋相信哦，太子係前拍嘅啦。請你哋本來經營嘅時間，我提出會證明太子係無辜嘅。係啊，太子家都認識嘅30年嘅隔壁領衫嘅，就聽數嗌好冇？拜託啊！好啦，咁冇安尼好嘅啦，聽個下主好，我就會走佢裏面婚姻，到時我就來現場說明咯。前面啊，他家來結挺好嘅。好啦，好，太來就好了，太來。素梅，你怎么样？啊，冇事情，黑困了。好，來這。阿雷，你下都在用白險啊！你一次都冇講法，做到呀，仲唔趕來晒？俺用做的證明，太子係前拍嘅。阿雷，你講法，我會急死咧！哎，要把要去哪？你推乜人開水名？係無啊？推人開水名，唔係你迄個表現，係廣東嘅行為，你知冇啊？你冇法度，你哋錯過呢，係你自家嘅事情。老騙你冇相干，你啊幾件事情哦，已經牽得到人哋面上咧，我要問經營下去，你到底抵啊唔抵啊？沈太子，阿雷哥，那冇再騙人哦，開水苗，你想太多了呀！太子，沈太子。出來咧，太子有講乜嘅冇？佢咁有講，佢係本乜人喊開啊？喊喐你！太子到底有講乜嘅？佢哦都係乜嘅咩冇講啦，個心哦比石頭硬硬嘅，我不壓死啊！阿發，不要跑！小鬼，不要跑！別跑，給我停下來！停下來！不要跑！不要抓到就完蛋了！
抓到了啊！放开！别动了！喂，为什么一看到我就跑？是不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啊？啊？是不是大志那个笨蛋替你顶罪，对不对？好，为什么你要陷害大志？你不是大志的好朋友吗？我不是故意要陷害大志的。警察来临检的时候，我心里一慌，我就把东西塞进他的口袋里面。去，陷害还有分故意跟不小心的。我知道错了，大志是我的好朋友，但是我真的没有勇气进去自首啊。等一下，所以大志从一开始就知道是你栽赃给他的。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自责，要不然你也不会打电话到警察局去关心大志，也不会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去看大志有没有被人家保出来，对不对？阿发，去自首。自首罪行判的比较轻，相信我。其实你一直不敢承认，是因为你也怕你的爸妈知道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答应过你妈妈，要变乖，要好好读书，对吗？可是你知道，其实大志更……我知道，大志被关进去的时候，他绝对不会把我抖出来。其实我也很内疚，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。他这么努力的工作赚钱，我还陷害他。他被警察带走的时候，我一直忘不了他看着我的眼神。大志，对不起，大志，对不起，大志，对不起。大志，对不起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阿 Ken， 你用反應啊？我數冇去旁塘水啊！你發燒誒？跳哪很痛啊！可能係坐阿咁樣嘅茶，隨風吹踢叫失痕到咧。阿春兒咧，而家姨父拜託啊，少做裡面太肥嘅嘢，冇係唱數。老一年叫出去。我帶你去看醫生，然後去拿錢。哎，有個健保卡用那邊啊？不是啊，是人都該走的時候啦。我聽那動上什麼誒？哦。你檢房度曉事好冇啊？嗯。來。總算哦，你冇事情嘞，早啲把太子請客。出嚟，阿麗，你用咩啲阿發加咗本太子啊？係哦，亂講咧啊！你阿發幾次㗎？全部講出來啦。有樣數本誒。阿女哥，你會知道你條鐵幾鋪嘅咩？你條暗用哦，我喺阿發本關起來啦。關起來？佢做唔做事情當然係關起來啊！得3年本來都會到嘅行為負責，咁唔係咩？唔過阿發係我好朋友啊，佢又諗係天數簽到咧，
我一前条路，叫攞嚟燒機，我目前哦買參考書，叫做講嚟啊。古數咧，古數佢識睇嘛，你都係攞佢開水苗。幾下禮拜佢喺遲人，你咪跳出來攞佢開啊！哎呦，都係你去，都係保安，都係好朋友哦，太幼稚了。对，講法冇人識講，太生硬咧。你計不出唔對啊！阿發幾個搖嘅哦，都叫千度嘅期待嘅。喺講阿發啲錯幹咧，幾個搖嘅會對佢千失望啊！按用輕鬆搖嘅心咧。雖然傷心，阿發應該有教訓，咩好搖啊！假使哦，你係佢好朋友，你敢唔要推佢上高啊？乜嘅意思啊？阿發佢老係講，佢倆建議咧，愧對你，實死也死唔落，衰也衰唔停。你那種脆弱感嘅折磨，比錯過呢還較死。你點冇？你知道佢係有誒，也係啲佢來誒，有那種嘅行為，咁會歡喜。假使阿發做得因為呢件事情，重新面對佢自家，要改貼毒品，哎呦，要親好。你哋乜嘅好朋友？你根本都冇資格做佢好朋友啊！太子，阿發個雖然會本人送醫改貼毒品。唔過我相信，因為一件事情，佢哦做得重新面對佢自家，對佢係好嘅，對自己也愛，也係一個很好嘅學習嘅經驗，對人也係啊。好啊，然後講而家轉去，大家哦都接到一部電咧，全部都付他電影咧，落去啊！童晨晨嘛，你竟然拖我嘅面前去看披薩寫了你嘅書，啊？你係我朋友呢，我去看哦，沒有看我嘅書哦。哎，我們這樣錯。太子，你轉去哦，做豬腳麵線俾你食好嗎？好啊。安來咧？哦。靈堂就好了呀！靈堂嘞！到來嘞，太子到來嘞！太子！哇，因為我政府卡按叫哦，從來都冇人幫我按一錢嘅南高啊！佢係因為太子係我嘅救命恩人啊！阿瑞哥，你就唔好都想那些名字咧，佢要給你哦，學到什麼的東西，你都挺冇精神咧，根本你總算做得好好做東西咧。莫怪哦，有個黑眼圈啊，按太甜啊！阿瑞哥，什麼？歹勢啦，好易擔心嘅。哎，太子啊，你愛用重色輕友哦，太嚴重了哦。你太子家都親小人呢，你會將老心米講安排誰啊？啊？好嘞啦，你唔好講小幾兩晒啦，你真無聊誒。太子，哎呦，太子，你再來了哈！請到錢搞報還咧？阿春姨，係太子嘅朋友哦，阿發去吃素嘅，成日哦，太媽係佢不用到太子嘅身後，故說太子冇事情咧啊。我都知哦，人嘅太子哦，唔會天天人家好嘛嘅啊，買圖片嘅壞事情啊。錯咧，阿春姨，呢塊黎明太妃，太子家幾天用嘅啊，應該都唔會過嚟就
搬出去了哦。也好，太子哦，已经无事情了，冇问题了啊，太子家唔失手了哦。阿 K， 阿 K 發燒，頭檢房到水冇誒。發燒哦，你會發燒咧？我去看一下。阿 K 啦！哎呦，要做时间了，报到暗用啊！哈，无烦到，要不要做鬼神的比咧？你要生你哦，我应该要说到马个时间啦啊！素梅啊，无生意的本意生哦，硬要嫌无聊呢。K 啦，阿 K 啦，用非暗用呢？阿 K 啦 ，K 啊，用會變咗暗用啊！實在很多嘅用誒，實見落嘅洋葱誒。你馬去用嘅不阿 K 色啊？佢哋都很多嘅用嘅呀。哎呦，阿妹，你叫我查，來，停手，停手，停手，去嘢，叫我查，殺，你殺，阿 K， 阿 K 都太用了呢。阿 K 有蠶豆症啊，重的是還有阿司匹林，還有殘留嘅東西啦。蠶豆症，跟阿 K 也不用誒。你冇命誒。又买事情，实在很奇怪啊！大班好就有事情，没用了啦，那边又阿春不看又出事情了呀！很严重。阿 K 啦，阿 K 啦，快点！我好改，你也改啊！你我发啊！阿 K 啦，阿 K 啦，走了。阿 K， 情况紧急，请你在旁边稍后，你这样会影响我们急救。黑子里通知书写中心，需要 A 型协议。素梅啊，是。有啦，成錯啦。你哦，老闆盡啱經驗啦，你按緊走哦，要慢慢的工作啦。刘醫師，麻煩到急診部門，有病患急需看診。所以阿 K 唔會用誒吼，佢唔會有事情吼。什麼？你先冷靜下來啊！阿 K 給你填胸，聽說冇事情啊，吼。不好意思，借過一下。糟糕，溶血現象已經非常嚴重，快！做咩啊？醫生，乜嘅？隨醫急救哦。阿春已見到都大明白嘅事情咯，講按藥片咯，我看冇辦法，我一定要我來按你兩片。阿飛啊，你係很複雜嘅官司，像我他家想法同樣啊，也件事情一天做就解決了。好，一建議吼，我就請大家來參詳，一天我下春兒本按你一隻交代。素梅啊，醫生大隻點啲呢，咁樣坐下嚟去佢下。喲，你有冇抽會開咧？你本來聽同一下咩？阿 K 唔會有事情嘅，唔好叫佢好冇？做下係嗌唔出，你講阿 K 真嘅有某啲事情，喺生命中無法動搖咗自己。冇可能啊，冇能講法。阿 K 啊，唔會有事情嘅，小勇弟，你青此別咧，拜託你聽錯係聽說阿 K 渡過難關，拜託你。
我是 A 型的，我可以学给阿杰。谢谢，不过现在还不需要。医生，怎么样？啊，医生，我们家阿杰应该不会有事情哦。还好蓉姐状况已经控制住了，暂时脱离危险。不过春怡啊，这孩子上次发高烧，我就跟你说他有蚕豆症。我不是有给你一张 G6PD 的备忘卡，上面都写好了，有蚕豆症的孩子不能随便吃药。你怎么还给他吃含有阿司匹林的成药呢？医生，是我没有跟他们讲阿杰有蚕豆症。这种事你没告诉其他人，你真以为你一个人就可以做得面面俱到吗？是的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阿杰吗？进去看可以，不过他今天还不能出院，要留院观察。如果他要再昏迷的话，可能会有生命危险。哎，等下，谁冇入去啦？怎么会等下？大家会急死咧。你留意啥啥哦，免都出呢，入去咁做得看呢？怎么个冷清啊？假使根本伫本度吼，网顶的很矮，看到人对面啦，俺我到医生哦，判俺死刑，无事情哦，要不然就吓到有事情的啦。你得哦安心啦，阿克拉说过哦，最按签，然后又按机车，就算验落无，要无去数流嘅啦。阿绿哥，唔好笑啦。你那边冇输送，我去攞阿春怡讲哦。阿春怡，那边艰苦啊，我去睇醫生咯。唔好啦，我当好，我先去到对大家当拍摄啦。我感谢老民秀带来麻烦的啦。我死人嘅，我嘛嘅爱用嘅法，太子家对一家人啊，外公死里哦，係阿春怡爱嘅。不过，民秀了报的发生很多事情，是讲该中人用那爱了件事情来做文章，我将会告让向到查克改名上的。阿杰，仲下係我唔好，我冇應該清查那有位本嚟事嘅。什麼啊？這你用定也有蚕豆症啊？仲講，仲下係我唔好。不過，講來你都可能唔知啦。我得到了解蚕豆症，唯一嘅優點是係我每本無人嘅猜到啦。因為有問題嘅風險區，我學下我念創嘅現狀啊，也是係做得本愛聽嘅優點啊。嘿，四個啊，伊個你唔會猜到別人嘅，佢下禮拜你都解封條路了。唔係嘅工作。你出院過後啊，你都學嘅36號地部對方向，日日啊都嗌檢房尾門呢，哎呀啊，嗌都唔係本門嘅單，咩唔會猜到別人嘅咧啊？啊，你講，讓身體起碼該係有夢嘅，拜託你加塗掉數啦。啊？唔係嘅時間啊？啊嘅方向係乜嘢啦？方向係2時溫背啊。啊，嘅意思哦，差唔多啦。哎，你哋寫過哦，因為北邊咧係咱機車。春青先生，你係攞阿你個送掉口咧啊？哇，佢比較小學生還較難呢。好了，各位，病人需要多休息，现在也晚了。医院规定他是病患，只能留2个人，其他的请回吧。驚我留下來啦，希我開阿劇鋪片嘅。我馬留下來啦。你哋兩隻愛談戀愛啊？
无伫骗人面前啊！阿你个无乱讲法啊！总共吼，你就全部转去啦。阿 K 哦，按机车来3人都做得啦。你就天公去大组长来都好嚟啦。你哦，亚3人按鲁夫，喊迄眼也留下来。哇！你咧哈都按唔拍得离开我，计下礼拜我一些次都无咧呢。随见咯。好啦，阿 K， 既然都看我老陈真先生哦，谈了本人看啦。好啦，太子讲实转起来啦。好嘞，好嘞，来，哎呀，一哆来咪 ，OK， 哎呀，好嘞。我猜啊，阿 K 根本就做在出演嘞，我你生意做要开欠都要死的。什么啊这？你做这补偿嘞？用去补偿啊？妈，先甲有去加本来啊！哎，小鬼啊！你用其非套东西了呀？哇，你很紧张，什么这时间哦？敢讲你良心就紧摊下来了？哎，无发动你张吼，我就唔敢答应呀。事情啊，拜托，延过2年再去讨论好冇？筹备安部啊，实在吵死人了啦！我想，按总头迄按点心的素材，让我半夜的救护车修滚。原来我大谈嘛，张弟讲，因为其他都出家熟事啦，查死的好人要都中毒啊，咬出人命哦。嘿呀，你哋吼都带爱老总头的名声。开到嘛个时候啊！好嘞啦，莫爱用啦。拜托，你这个母猪都像样嘞哦，跟你没好好改面，你就莫外嘴掉就爱死啊！杨总，你看呐，亚洲生意的哈，都阿春爷高头之下，一直讲他无礼貌啦，一直要好使用暴力。唔讲，媒体再来波头啊，按总头喊我面皮嘛，你，儿子。鸟，我打牙係嘛？哈！我打哦，都較睇啲到誒，也無佢雙鏡頭，無法度表現佢委屈嘅樣誒。太子，算了啦，你還搶起火機嘅意啊，我覺得阿春姨有事情較麻煩咧。春兒啊，他喺隔壁連下幾十年了。那对这件事情，那提出妥善的处理哦。杨总，还看你无较好的方法啦，你说接受该下放人员那建议啊？给下放人员有提出哪个建议冇啊？对了，其他女人那人生人送到寄养家庭。假使我哋唔肯咧，该挨做很警察来强制来处理哦。陈氏啊，哪个人生人的资料啊，整理一下，方便送本该下放人员的中业吧。好嘞，两件事情搞破了，你要后转的，后转的。来，走。阿瑞，人家他应该用个伞哦。唉，用個啥？你確實你非法輸入了條聲音嘅。阿瑞，你咁早就唔好講按人情，迄下春兒好心使用嗰條嘅聲音，將迄嗰條零衫唔啲阿春兒嘅酷刑，還有一條嘅污費，將會造成根本嘅問題嘛。
有时候出现问题，都因为真有问题啊。问题做得解决啊？跟你打算用怎？俺做得老太家讲，请个太家无好多地球，这条生意还做得继续留到民宿啊。就算这条生意来留下来，其实也无法度继续回到民宿来做生。而你查课，咱无法度经营下去。这条生意来个学费，还有生活费，不用加上。想闭上眼睛，微风在轻声细语，唤醒心中那些沉睡记忆。花瓣铺满了一地，就像